来看针对美国对顶关税，总统赖清德今仔表示讲，台美双方已经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，过程是真顺利。嘛指出讲，台湾加一就是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。行政院长邓英泰嘛表示讲，望利用双边贸易协定 BTA 的精神来甲美国谈判。院长讲哦，短时间内关税无啥可能会当降到0，也毋过拍拼来争取国家利益，卖来协助农渔民。因应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对顶关税新政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台美双方已经进行谈判，过程顺利，也进一步指出，台湾加一就是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，以立足台湾、布局全球、行销全世界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。那台湾政府也已经跟美国政府展开谈判，第一阶段的谈判过程也顺利。那我们是希望，利用这一次的挑战，也能够再一次的化为台湾的机会了，所以我们要推动台湾加一，也就是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。针对谈判策略，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，希望用双边贸易协定 BTA 的精神来讲，也过无可能一暝之间，也是短时间内就将关税降到0，所以过程会真长。也指出，赖总统提出用零关税讲起，是双方谈判的一种态度提出来内容，才来讲。谈判的过程，除了争取国家利益之外，也会协助农渔民。用双边贸易协定 VTA 的方式来谈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不可能一夕之间或是短时间内已经把它关税降到0。对，所以这个过程会有相当漫长。邓英泰表示，880亿支持方案，不是上限，也是上限。那损失无大啊，政府未全部用掉；那损失超过，而且佫有设想被告的部分，支持方案当然会扩大。正常的程序呢，它必须要有一个特别条例，来针对这个事情。我们会想最快的速度，在下个礼拜4，我们来出行政院院会通过一个特别的条例。立法院通过之后，再编特别的预算。另外，特别预算财源为倒位来的，邓英泰表示，在即马政府税收市定数、关过预算数的情况之下，也阁有比较较济的税价存的钱。今年中央政府会当用的大约有3000亿，就会当有一部分用伫对产业的支持方案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